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世界驚奇檔案。我哋今日要探討一個捲席香港、台灣，甚至係整個亞洲嘅熱門話題。一個預言，2025年7月5號，日本將會發生毀滅性災難嘅傳言。呢個預言係嚟自日本嘅知名漫畫家龍樹亮，引起嘅廣泛恐慌，甚至令好多人取消去日本旅遊嘅計劃。呢個預言到底係對未來嘅真實預警啊，定係被誇大嘅誤解呢？今集我哋將會深入介紹龍樹亮究竟係邊個，佢過去有冇啲令人震驚嘅預言？7月5日末日預言嘅具體內容，日本嘅民眾究竟有咩反應呢？同埋專家會點睇呢件事呢？喺節目開始嘅時候，如果各位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內容就會即刻通知你。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揭秘今集嘅世界驚奇檔案啦！